好多人以為做 ESG 就係發綠色債券，但由華懋、城大及恒生發佈嘅最新白皮書指出，市場上存在嚴重嘅金融產品錯配，現有嘅 ESG 產品根本唔適合長者嘅風險偏好。退休資產最怕大起大落，長者要嘅係穩定、低風險、能夠抗通脹嘅理財工具。但同時，好多銀髮族其實非常想為下一代留低更加綠色嘅地球。呢個就係綠色銀髮金融嘅商機。呢本白皮書建議，金融機構應該量身打造低風險且具有社會普惠性質嘅綠色銀髮債券或 ESG 基金，等長者喺保障退休生活嘅同時，能夠用資金支持本地嘅低碳建設。呢個先係真正結合 E 同 S 嘅金融創新。